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在家会主，我们要看约伯记的第9章跟第10章。我们先来看经文的摘要，在第9章、第10章里面是约伯他第2次来回复他的朋友。第一点，我们来看约伯他认为上帝的确是不能不公义啊，但原因是谁能够说他不公义呢？因为上帝的能力那么浩大。约伯认为人无法与上帝来进行诉讼，即便自己有理，也无法跟上帝来争论。上帝的行为，有时候人无法了解啊，好人坏人他都要灭绝，他甚至把世界交在恶人的手中。约伯认为上帝把他当作敌人，他无法抗拒，没有伸冤的机会。第二点，我们来看约伯。他控告上帝欺压他，偏袒恶人。约伯追想自己的生命的起源，更不了解为什么上帝要毁灭他。最后，约伯在质问上帝为何要给他生命，然后让他遭遇这样强烈的痛苦而死。我们来看经文如何来思考跟运用。在9章、10章这2章。对约伯来讲，他是回应比勒达，但主要却是约伯向上帝来提出质询，表达他的不满。他质疑上帝为何精心来创造他，却又来攻击他。他深信自己是无辜，却因为遭受这些的苦难，还有当时候有这样因为犯罪受罚的这样的观念，他无从辩解。而上帝不为他伸冤，这导致他与他的心灵双双来受煎熬，对人生感到既无助又无奈。比勒达他想帮助约伯，想不到却将约伯推向想要放弃生命的边缘。从表面上来看，约伯似乎在攻击上帝，然而他真正的意图不是离弃上帝，乃是要找到上帝。上帝允许约伯受苦的最高目的，就是让约伯更认识上帝，因为认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，所以我们应当竭力来寻求认识上帝。认识上帝，你越认识他，就越得着人生的智慧。其实约伯他从高山、大地、海洋这些大自然当中，他看到上帝的作为，他也从日月星辰看见上帝不可胜数的奇事。然而在第11节，我们看到经文说，他从我旁边经过，我却不看见；他在我面前行走，我倒不知觉。可见他对上帝并没有很真实的亲近与经历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他是给我们他的独生子耶稣，他是以马内利，就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，他随时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可以从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感受、经历他的同在。那他也赐给我们圣灵，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，是那一位被呼召来站在我们旁边帮助我们的神。但愿我们不仅能够从上帝所造的万物来认识上帝，也能够从我们真实的经历来认识这位上帝。祝福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来一起默想。比勒达以上帝是赏善罚恶、绝对公正，来反驳约伯他对上帝公义的质疑，结果导致约伯对上帝、对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那促使约伯如此反应的症结是什么？这个例证对我们在陪伴受苦者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提醒呢？祝福我们有美好的一天，愿上帝赐福我们，下次再见。